好，hello 咁多位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講足趣聞啊！今日係25年嘅6月9號啦。好，咁承接上一集呢，咁上一個嘅講足趣聞就同大家講到啦。咁我哋呢就會講下呢，東亞杯2025嘅詳細講解咯喎啊！咁不過呢，喺我哋開始講東亞杯2025之前呢，我就加插一條消息先。咁啊，南區嘅助理教練兼球員谷盈智呢，就喺之前踢完港超聯之後，亦都宣布退役啦。咁呢個信息亦都係我啱啱咧就睇人哋做訪問，咁我先至知道嘅。好啦，咁然後咧咁啊簡單講一講啊谷盈智嘅一啲歷史咁樣啦，唔算歷史嘅係，咁就講一講佢嘅職業生涯經歷啦。咁其實佢係咧大連人嚟嘅，係啦，咁啊亦都代表過中國 U18啦。咁啊青年隊就係由咧大連實德嘅青訓體系青訓出嚟嘅。咁然後啦，後期佢就嚟到咗香港啦。之後咧就加盟咗傑志啊、南區呢啲球員啦。咁啊最尾佢喺南區咧就度過咗佢最後嘅足球嘅生涯啦。好，然後咧咁啊講完谷盈智之後啦，咁我哋就講一講下東亞杯2025咯。咁啊東亞杯2025咧，相信球迷應該都唔陌生啦，睇開香港隊嘅球迷。咁啊東亞杯嘅外圍賽咧就係香港舉辦嘅。咁我相信好多位球迷應該都有入場支持港隊啦，係咪啊？尤其是最深刻嘅，絕對係香港隊外圍賽咧嘅小組賽入邊咧2-1戰勝中華台北呢個咧非常之熱血啦。徐宏傑喺最尾打入決勝嘅一球，幫助香港隊咧可以成功晉身到外圍賽決賽，以5-0贏關島。贏完關島之後咧就成功晉身到去東亞杯嘅決賽周。咁然後啦，晉身到去東亞杯嘅決賽周啦，咁就會對韓國啦、日本啦同埋中國嘅呢啲嘅球隊嘅。咁最為矚目當然咧就係港中大戰啦。咁啊港中大戰不嬲都係最為香港球迷想睇嘅啦，係啦。咁之前24年咁啊香港隊閉門作戰嘅時候咧，咁就2-1贏咗中國隊啦。咁而咧，亦都令人諗起咗，就係曾經嘅519奇蹟啦。咁啊，嗰陣時係啦，喺北京工人體育場入邊咧，香港隊又係以2-1就戰勝咗咧中國隊喎。咁啊，呢個戰績咧，香港隊嘅球員十分之驕傲啦，當然就為之。然後啦，就同大家詳細咁講一講翻外圍賽啦。咁外圍賽嘅時候咧，就係主辦地就係香港隊啦。咁日期就係24年嘅12月8號至到17號啦。咁參賽隊伍咧就有香港隊、中華台北同埋蒙古咧，就被分為咧係 A 組啦，係 B 組啦。咁然後就澳門啦、關島以及北韓咧就被分到去 A 組嘅。咁但係嗰陣時北韓咧就冇去參賽，就放棄咗參賽機會啦。咁所以其實最尾咧就A 組賽事咧，其實佢踢一場已經夠啦，係啦。A 組賽事澳門對關島踢完啦，咁就嗰陣時係澳門就係1-2輸俾關島啦。咁之後咧，咁就喺香港中華台北同埋蒙古入邊嘅嗰個 group 入邊咧，咁就係香港隊啦，就係取得咗第一名，就亦都有出線權啦。咁之後喺外圍賽決賽就係咧香港隊迎戰關島，咁香港隊就喺香港大球場以5-0大炒關島啦。咁最終就獲得咗呢個出線權啦。咁然後決賽咧就會咧係喺咧呢一個嘅韓國嘅龍仁市嘅嗰度舉辦嘅。咁啊南韓就係東道主啦。好，咁就今集咧嘅講足趣聞咧，其實就嚟呢度啦。咁我哋就下個嘅講足趣聞，我哋再見，拜拜。